来乡亲啊，卫福部的统计，为2013到2018年，有187个婴仔因为拍咧困无困死亡。专家讲，婴仔困坦笑上安全。 近年来不断发生婴儿拍咧困造成熊熊死亡意外。根据高医一项统计，2007年27名死亡囡仔当中，有5名是未满1岁婴儿，死因拢是甲拍咧困有关系。卫福部资料嘛显示，对2013年到2018年，6档内就187条的性命，因为婴儿出世症候群的死亡，拍咧困就是上主要的主因，那你应该安怎避免呢？ 1岁以下婴儿困坦笑上安全。怕他说有溢奶的状况的话，稍微给他侧睡是 OK 的。那侧睡的时候也要注意旁边不要有任何有抱枕类的或是布类的东西，避免大人在困梦中翻身带着宝宝。备一个婴儿床或是小床，单独让小孩子睡在那个床是最安全的。 床垫、枕头、佚佗物拢唔通放，若是要教摊啊，教到胸部以下，手爱露出。尤其是0岁到0到8个月这个时间的小朋友，他的床的周围真的不要去放所谓的布偶啦，最近布去闷到口鼻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没办法呼吸。除了注意这3个守则以外，嘛要随时注意宝宝的状况，才会当互小生命平安的大汉。